大家好，我係 Doctor Ng。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傾下一個好多人都會關心嘅問題，就係脫髮問題啦。咁首先我哋要知道，每日甩50至100條頭髮係正常嘅。咁呢一個係頭髮生長週期嘅其中一部分。但係如果你發現你啲髮量明顯變薄，或者越嚟越容易見到個頭皮，甚至係梳梳咧都有甩一大把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啦。咁呢個咧就可能係脫髮問題嘅徵兆啦。嗱，咁常見嘅脫髮原因咧就有幾種嘅。第一種咧就係遺傳性脫髮，亦都係我哋成日講嘅雄性禿。呢一種咧男性咧係比較常見嘅，通常咧表現為咧髮線向後退，或者頭頂頭髮變得稀疏。女士都有可能會出現，但係就好少會完全禿頭。女士嚟講咧，通常就係頭髮整體變得薄咗啦，或者條分界線咧越嚟越明顯。嗱，咁第二種咧就叫做休止期脫髮，就係當我哋經歷一啲大嘅壓力啊、手術啊、大病啊，或者係啲女士生完 BB 之後，有可能出現大量脫髮嘅情況。但係好消息係咧，呢種脫髮通常都係暫時性嘅，等身體恢復之後咧，頭髮就會慢慢生翻出嚟啦。嗱，第三種咧，我哋就叫斑禿，俗稱鬼剃頭。呢一種咧就係一個自身免疫系統嘅疾病。咁你個身體因為產生咗啲唔正常嘅抗體啦，打自己嘅毛囊細胞，咁就會引起啲發炎，令到啲頭髮咧就脫落啦。咁通常患者咧會突然之間喺頭皮上面咧出現一個個好似硬幣大小乾禿禿嘅位置，但係嚴重嘅時候咧，有機會連眉毛啊、眼睫毛咧都會受影響嘅。另外仲有其他病理性脫髮啦，例如一啲結痂性嘅脫髮、頭皮感染啊，或者啲內科問題引起嘅，例如甲狀腺疾病引起嘅脫髮。而呢啲情況咧都需要醫生專業嘅診斷同埋治療。咁有啲生活習慣都會加速脫髮嘅喎，例如經常將啲頭髮紮得太緊啦，長期拉扯頭髮可以導致毛囊受損或者壞死，而引起一啲我哋叫做牽引性嘅脫髮。同埋咧，過度用染髮劑啊、電髮都可以傷頭髮啦。如果你嘅飲食唔均衡，缺少啲蛋白質同鐵質啦，都可以引起脫髮嘅。最後咧，長期捱夜啊、壓力大啊，咁甚至有啲人會因為壓力大同埋焦慮咧，佢自己有一個反覆掹頭髮嘅衝動，咁都可以引起一啲乾脫脫嘅，好似甩頭髮嘅位置。如果你發現脫髮問題嚴重咧，咁就建議咧要快啲揾醫生睇下啦。千祈就唔好亂試坊間嘅偏方，因為咧根據唔同嘅原因咧，我哋可以選擇例如藥物治療啊、低能量激光治療啊，甚至係植髮嘅手術。最後我都想分享幾個日常嘅小貼士，幫助啲頭髮嘅。第一啦，我哋可以揀啲溫和嘅洗髮水，揀翻啲啱自己頭皮同髮質嘅洗頭水。第二咧，用梳嘅時候咧就用啲闊齒梳，減低拉扯。第三咧就係均衡飲食啦，食翻啲多啲營養嘅食物，例如含有蛋白質啊、鐵質嘅食物。第四咧就係保持充足嘅睡眠啦，適當咁樣減壓。咁記住，及早發現同治療都係關鍵嚟㗎。所以如果有任何脫髮嘅症狀，就快啲去睇醫生啦。